议会周五提出修正立法，禁止卫生部门购买东突厥散生产的医疗用品。英国政府的修正案将遵循议会上议员提出的类似修正案。英国政府周五表示，已经提出了一项对健康和社会保健法案的修正案，旨在消除国民健保署对受奴隶和人口贩运影响的商品和服务的使用。人权组织和英国议员指责中共对维吾尔和其他群体进行大规模镇压，包括酷刑、强迫劳动，以及将数百万东突厥散人关押在集中营等。在国际社会对中国使用强迫劳役的一片批评声中，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周三宣布批准了这2项涉及强迫劳动的国际公约，包括1930年通过的强迫劳动公约以及1957年通过的废除强迫劳动公约。根据这些公约，缔约国应该禁止任何形式的强迫劳动。人权组织表示，中国政府继续利用维吾尔人的强迫劳动，没有采取措施落实国际劳工组织的公约，足以见此举并非承诺接受国际标准的约束，而是为了制造他以解决问题的假象。维吾尔人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了开斋活动，除了居住在该国的维吾尔人，也有很多客人参加了由奥地利维吾尔协会组织的开斋活动。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多鲁坤埃沙在活动上发表讲话，描述了中国70多年来对维吾尔人的压迫。他说，近年来北京政府在东突厥散的行为，在一些西方国家的议会中被认定种族灭绝。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表示，有意愿削减部分对华关税。当地时间4月22日，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说，财政部正在仔细重新审视美国对华贸易战略。美国有意愿考虑削减特朗普时期对华征收的额外关税，以帮助美国人缓解40年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。尽管病例数量有所下降，但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之一和重要的贸易中心上海，已经持续了数周的冠状病毒隔离措施仍在继续收紧。来自这座城市的令人惊叹的照片揭示了局势的严重性。被当局改成医院的办公室的照片在社交媒体平台微博上迅速传播。在据称是在普陀区拍摄的照片中，有人注意到办公室里放置了病床和医疗设备。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，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谈判进展缓慢。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·拉夫罗夫在莫斯科与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兼外长穆赫塔尔·鲁蒂别尔会晤后，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谈到了乌克兰。